身家有成2300億嘅富豪李兆基，喺2025年3月17日，家人陪伴底下與世長辭，享年97歲。究竟一個幾千億嘅富豪，佢嘅出身係點樣嘅呢？佢細個嘅時候點樣養育到佢大個嘅時候可以成才呢？成功立業之後，發財容易守財難啊！佢一路可以守住家業，傳埋俾自己嘅子孫。究竟點解佢做到，其他人未必做到呢？佢有啲乜嘢咁出類拔萃，能人所不能呢？我哋呢一系列嘅節目會由李兆基嘅屋企、出身、童年故事、少年、成長、成熟、成功，攀到人生高峰，甚至8尺竿頭啊！亦都會詳細探討佢嘅人品、佢嘅做事作風。我哋會以詳細嘅故事形式製作一系列嘅節目，同大家回味返呢一位幾千億富豪，佢能人所不能、不平凡嘅一生。喺好耐好耐之前，廣東順德冬天雖然冇落雪，不過1月嘅天氣依然係非常寒冷嘅。李介甫嘅大宅坐落喺順德大良，喺1929年嘅1月29號呢一日，喺大宅裏邊，屋企上下都喜氣洋洋，令到原本凍冰冰嘅天氣分外溫暖。點解明明係冬天，大家覺得分外溫暖咁奇怪嘅呢？原來因為老爺李介甫嘅夫人大少奶陳鸞鳳生咗第4個蘇蝦。從前比較多大家庭，屋企都會有好多細蚊仔。不過李家頭2個蘇蝦阿一、阿二喺出世冇幾耐就夭折咗啦。於是排行第3嘅仔李少麟就成為李家嘅長子啦。喺重男輕女嘅家庭，大少奶再為李家添咗一個男丁。唔使問啦，大家梗係開心啦。4少爺出世嘅時候，老爺喺鋪頭嗰度返緊工，於是就派人飛撲去天寶榮金鋪，將添丁嘅喜訊稟報俾老爺知道啦。老爺都要幫第4位少爺起返個好名至得噶。李介甫滿心歡喜啊，希望呢一個細蚊仔他日訓練成才之後，會為李家嘅事業奠定鞏固嘅基礎，減輕阿老爺膊頭上面嘅重擔啊。於是乎就叫佢兆基啦。咁識投胎嘅李兆基，佢出身嘅屋企其實係相當富裕噶。佢老豆李介甫喺上世紀20年代中葉，位於自己嘅家鄉，先後開設咗天寶榮金鋪，仲有永新銀號，經營黃金、匯兌、外幣買賣，生意仲做得幾唔錯添。李兆基嘅爹哋工作係非常勤懇嘅，每一日做到日落嘅時候啊，喺鋪頭嗰度係咁以快快脆脆食個飯，將嗰日全日做嘅生意所有嘅賬目計算得清清楚楚，將值錢嘅金器啊、銀器啊等等嘅財物點算清楚，放入銀倉，先會叫啲伙計攞支油燈，慢慢咁樣行路返屋企啦。冇錯啊，嗰陣時都未有電啊，邊度會有燈啊？放工收鋪，黑咪麻麻都係點盞油燈，摸黑返屋企啊！吓，好浪漫，冇賊就浪漫咯。終於有一晚，李介甫就同太太講啦：過2日，你叫阿兆基放咗學之後，跟我去鋪頭嗰度學做生意，每日收市結算賬目，點埋啲貨，食埋飯之後，我哋就一齊返屋企噶啦。李介甫認為長子係要放去出邊，俾佢跟其他有成就嘅親戚朋友喺佢哋身邊學習。古人有易子而教嘅道理，其實胡風都有噶。胡風話佢細個嘅時候，爸爸開古董店，會將佢送去啲 uncle 開設嘅公司裏邊，而 uncle 個仔呢，又會去到胡風屋企，喺佢哋嘅古董鋪嗰度邊做邊學，
咁就為之易子而教啦。李兆基嘅爸爸將李兆基嘅哥哥送咗出去學嘢，等佢見慣世面，學足世情，第時先會出人頭地噶嘛。所以好早就俾李兆倫離開故鄉，跟省城嘅親戚學做生意啦。至於自己手上嘅家業，都要後繼有人噶。再數落嚟就到第二個仔阿兆基啦。今次佢決定帶阿兆基去到鋪頭嗰度學習，其實已經諗咗好耐噶啦。李兆基當時只有6歲，每日都要上私塾，私塾即係卜齋啦，就係以前有錢子弟返嘅學校。唔同嘅地方就係請老師專門上門教嘅。幾歲大嘅李兆基好中意念古書嘅，對傳統學問好有興趣。佢媽咪陳鸞鳳原本都有啲擔心，驚李兆基年紀太細啦，去到鋪頭喺一班有經驗有學識嘅伙計裏邊，唔知應唔應付得嚟啊。呢個細蚊仔最令人覺得奇怪嘅地方係佢平日唔多講嘢噶，不過心算就非常之犀利。佢嘅聰明，佢嘅機智，往往喺一啲突如其來嘅意外裏邊表現出嚟。1937年打緊仗嘅時候，民間喺夜晚係有燈火管制噶。點解啊？點解夜媽媽唔俾點燈啫？睇唔到噶嘛。日軍嘅軍機見到有燈火，即係有人啦，佢就會掟個炸彈落嚟噶啦。日頭就會有警報，聽到警報係人啊都雞飛咁走，搵地方匿啦。有一晚夜媽媽，李兆基屋企附近唔係好遠啊，有日軍投下炸彈，嘭一聲，小小嘅李兆基幾乎嚇破膽啊！又有一日，佢啱啱放學行去永新銀號嘅時候，忽然間日軍嘅軍機喺50尺低飛，仲用機關槍射殺無辜嘅人。呢一刻，李兆基發現佢隔籬啲人忽然間亂走一通啊，爭先恐後揾掟匿啊！年紀輕輕嘅李兆基，佢見啲人個個都跑去啲屋裏邊匿埋噃，有啲人又好似漫無目的攬住個頭係咁向前衝啊衝啊衝啊，有啲人呢就乾脆踎喺個街邊嗰度，踎喺一二角，好驚咁樣係咁喊係咁喊。李兆基腦筋一轉，認為佢匿喺屋裏邊都唔係辦法嘅，陣間屋冧落嚟咪又係死。於是佢就即刻拔足狂奔，走到去附近嘅田野裏邊，一嘢就跳咗落十字嘅田壟邊，成個人仆低，匿喺啲草叢中間，利用隔籬高出嚟嘅圍籠，飛機喺佢頭上面飛過，流彈喺田野嘅另一邊，好似落雨咁灑落嚟啊！不過李兆基就安然無恙噃。憑呢啲事就可以睇出，李兆基由幾歲開始就已經係非常鎮定，對問題係有應變能力噶。嚟到1937年，李兆基8歲，佢喺爸爸嘅天寶榮金鋪學習櫃面嘅工作。首先呢，就練習到對黃金買賣嘅本領啦。去到秋收之後，順德周圍嘅農村農民呢就將一年辛辛苦苦種出嚟嘅農作物變賣，之後都會湧去市中心嘅金鋪選購各類心愛嘅金器，有啲用嚟收藏，有啲用嚟傍身，有啲就做紀念噶。喺年尾嘅時候，鋪頭裏邊嘅鑄金匠，順德人就叫佢哋做打金師傅，一定係忙到真啊！李兆基都未見過熔金打金嘅程序，於是乎佢放咗學，快快脆脆做埋啲功課，就返去鋪頭嗰度，諗住匿埋一二角，眼金金咁樣望住嗰個打金師傅喺度熔啲金啊，點樣打啲金器啦。只不過呢，佢就發現打金師傅趁隔籬冇人嘅時候，突然間成塊面都變得鬼鬼祟祟咁，叮一聲，好快手咁將粒黃豆咁大嘅一粒嘢，銀銀地色，有啲似硼砂之類嘅嘢，撈埋喺個熔爐裏邊噃。到啲黃金溶晒啦，打金師傅就喺打金做首飾嘅時候，靜雞雞偷翻少少黃金，咁樣做
其他人好難發現噶。事實上，熔金嘅時候冇錯係需要加少少硼砂落去噶，令到黃金個邊皮呢比較潤滑，比較容易溶噶，亦都可以令到溶咗嘅黃金更加光彩一啲，靚一啲，又唔會令個黃金重稱咗噶噃。不過究竟嗰粒好似白豆咁大嗰粒嘢係咪硼砂呢？係咪就係硼砂呢？喂，李兆基就諗，如果係鑄金必須要用嘅硼砂，咁點解打金師傅總係瞻前顧後、神神秘秘，又要快手快腳咁樣撈咗嗰粒嘢落去個熔爐度嘅呢？好似好驚其他人發現咁噃。成頭問號嘅李兆基決定靜觀其變。結果有一日，李兆基見到掌櫃向一名農夫推銷金器，嗰個農夫呢就揸住條金頸鏈，哇，望落就覺得哇好靚啊，好中意。於是乎就同掌櫃討價還價啦。掌櫃使出佢三寸不爛之舌，同農夫講：嗱，我哋嘅字號啊，信譽好啊，賣出去嘅金器從來都係十足十嘅黃金，毫無雜質㗎。嗱，有啲金鋪啊，熔金嘅時候啊，都係放多一兩粒白銀啦，溝埋啲雜質啊，你睇都睇唔到嘅。企喺一邊呢個幾歲大嘅李兆基恍然大悟啊！正所謂打金偷金，打銀偷銀，原來唔係齋講嘅，係真噶。咁啊，打金師傅日日喺度偷龍轉鳳，將如假包換嘅黃金就代代平安，將啲銀粒就掟咗落去個熔爐嗰度頂檔。哇！嗰啲金條喺個熔爐裏邊提煉出嚟，當然係金光閃閃啦。普通人肉眼點會分到嗰啲係唔係純金啫？何況佢混入去嘅大概有1/100嘅雜質，甚至係經驗老道嘅掌櫃都睇唔出噶。心算好好嘅李兆基，佢喺度計過啦，嗰個打金佬每日袋起一啲黃金，唔使幾個月啊，佢就可以鑄成一條1兩重嘅純金金條啦。哇！咁唔係偷，叫做咩？年紀少少嘅李兆基，發現咗呢件事之後，越嚟越唔開心，又覺得好不滿啊！佢陪爸爸行返屋企嘅時候，好多次佢都想將偷金佬嘅情況同佢爸爸報告啊，不過每一次講到去口唇邊，佢都咕一聲吞返落肚啊！呢單嘢唔講得噶，萬一啫，將打金佬嗰啲罪行講咗出嚟，爸爸就會將呢一個作弊嘅偷金佬踢咗出去局外。邊個去過熔爐嗰度做鑄金呢？鑄金呢一門手藝唔係好多人精通噶，之後請唔到人嘅話，咪仲煩。縱使係請咗其他人，又點樣擔保佢唔係另一個偷金嘅高手呢？眼見買賣金條啊、首飾呢啲生意好多客人，好多買賣噶，係咪應該忍一忍，唔好亂大局呢？細個嘅李兆基不定喺度諗啊，未諗到一個萬全之策，諗唔到補救辦法之前，佢就決定唔將呢一個可惡又可悲嘅現象講俾爸爸聽啦。可惡嘅當然就係嗰位食碗面反碗底嘅鑄金匠啦，可悲嘅竟然係無能為力、束手無策嘅自己啦。李兆基從此就明白到身邊有一個不忠嘅僱員，損失係難以估計嘅。相反，當僱員盡忠職守、鞠躬盡瘁嘅時候，佢哋係多麼嘅可貴呢？當時嘅李兆基同自己講，叫自己要記住啊，你受制於啲伙計，難免就會有一定程度嘅吃虧噶啦。操控下屬自如係最基本而且有效嘅方法，自己要隨時都取代對方，做埋佢套功夫，取而代之，仲要做得好過個伙計先得噶。故此，佢知道學識係最重要噶。結果佢成個頭攏咗落去喺黃金業務上面，不停鑽研，
終於成為一位黃金嘅全才。1941年，李兆基大概12歲左右。唔好睇佢咁細個啊，佢一心要求人不如求己啊。小小年紀學識咗體金、化金、熔金3方面嘅技術，仲喺爸爸嘅鋪頭裏邊做咗頭鬼，坐正第一把交椅做買手賣手。佢嘅技術已經唔俾啲成年人輸蝕噶啦。查實咩為之體金先？喺李兆基細個嗰時，人人都買黃金保值噶，市場根本就以黃金為本位，所有黃金嘅成分大多數參差不齊，但係一般都會喺嗰嚿金上面刻住10足黃金喎，實情只係得8、9成，甚至會低到得7成咋。呢啲金條同金器攞到嚟李兆基嘅天寶榮金鋪，成色嘅高低同埋成分嘅多少都難逃李兆基嘅法眼啊！哇！佢以分金石鑑別黃金嘅成色，佢嘅睇金本事喺當時成個行頭係 No.1 噶。做黃金買賣同埋交易，揀到優質嘅黃金，賺好多。佢另一項本事就係化金，佢哋嘅金鋪天寶榮慣咗收買陸路首飾，包括低金首飾、頸鏈、金手鐲、髮簪、茄金金飾、金錶殼等等。呢一啲飾金買賣後期係由李兆基親自經手噶。從前掌櫃買入嘅一啲低成色黃金，估計有7成黃金成分，不過經化金師傅化煉出嚟嗰啲黃金往往都係差咗1成啊。因為李兆基明白到打金偷金呢個原理，後嚟佢就親力親為啦，用自己所學嘅技術親自進行化金嘅工作啊。效果當然好好啦，又可以做多啲生意，亦可以得到10足嘅收成。而佢第3項板斧就係熔金啦。當時省港黃金市場買賣交收係採用5兩裝，而順德嘅黃金市場呢，買賣交收就採用1兩裝。而喺市面上一般用黃金嚟保值嘅散戶，採用嘅重量亦都有大有細，形狀呢又有圓有邊噃。李兆基為咗迎合顧客嘅口味，就設計咗多種嘅款式俾客人揀啊。如果啲金熔得唔靚嘅時候，佢一定堅持再熔到好睇為止啊！加埋個靚靚包裝，人人都中意啊，令到佢哋嘅產品受到市場嘅歡迎，營業額呢當然就與日俱增啦。究竟呢啲神童係點樣讀書嘅呢？李兆基10歲之前係讀卜卜齋，教佢嗰位老師係著名嘅秀才梁宇培。梁老師教佢古典文學，熟讀4書5經。後嚟李兆基爸爸李介甫想再進一步栽培自己個仔，咁啱得咁巧，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嘅教授梁偉文先生因為廣州淪陷，唔願意幫魏政府效勞啊，所以就返咗順德隱居啦。於是李介甫就同埋啲鄉親誠意禮聘佢做老師。梁偉文覺得一方面可以作育英才，又唔會坐喺屋企冇咩精神寄託，於是乎就好開心咁應承咗啦。來自中山大學嘅梁偉文老師非常欣賞李兆基嗰種少說話多思考嘅性格。梁偉文認為真係齋念啲古書讀死書，只將大量好好味嘅嘢食落個肚，不過又塞住啲腸胃，搞到好難消化，反而唔好啊。結果梁偉文就教咗李兆基以下呢幾句啦，非常重要啊吓。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得咗，老師要求李兆基將呢一番話融會貫通喺現實生活裏邊噃，叫佢揾啲例子。結果細個嘅李兆基好快就諗到答案啦。佢同老師講啦，如果我哋經過止、定、靜、安、慮、得6個階段嘅深思熟慮，
就會產生攻必勝、戰必克嘅效果。個例子啊，如果有個人只有1蚊雞做生意，咁就只有買入1蚊雞嘅貨啦。賺咗固然開心啦，萬一蝕咗咁咪算咯。其次要知道適可而止，咁就唔會震騰騰啦，從而身心鎮定，咁就唔會受到一啲邪惡嘅念頭侵襲啦，咁先可以明心見性。第三，思想寧靜，理得心安，喺呢個時候從容去處理一啲事情，就可以周詳考慮，策劃將來嘅事業發展，自然就成就可得啦。梁偉文老師聽到小兆基呢一番嘅領悟，唔單止感動，而且感慨添。當時已經係1937年7月7號盧溝橋事變觸發到大戰爆發之後啦，國家多難，戰情日益緊張，到處風聲鶴唳，民不聊生啊。梁老師認為，國家多一個人才，就多一份希望。願意將人生投放喺教育工作嘅梁偉文，望到自己門下慢慢成長嘅李兆基，真係百感交集啊！佢拖住小兆基嘅手，同佢講：將來你長大咗，勢必會為中華民族爭光。遇到咁好嘅老師，當然係好彩啦。佢唔係單止教識你書本嘅道理，佢仲教曉你點做人，點樣處理問題，學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你又有冇咁好彩遇到咁好嘅老師呢？歡迎你留言分享一下。去到1939年，李兆基都有10歲啦。日治時期饑荒遍地，到處嘅治安亦都係衰到暈啊！事實就係咁，有因必有果。人窮起上嚟，肚仔又餓，又諗唔到其他計仔啊，於是就諗到去搶啦。喺當時入屋打劫，無法無天，根本就避無可避啊！一般良民都冇計啊，咁點算呢？俾你啊，屋企俾人打劫都劫清光啦，咁如果再有賊入嚟點算啊？驚噶嘛！於是一等良民無計可施，俾人洗劫一空，就喺個大門口貼咗張紙啊，清楚咁樣寫住幾月幾日幾時被劫一空啊，請移玉步，以免徒勞無功啊！係啊，白紙黑字寫明啊，黐喺個門口度，都係一種好辦法嚟嘅。第一下你聽完梗係覺得咁都得，有啲搞笑啊，但係其實唔搞笑嘅，因為我喺外國見到有啲細蚊仔嗰啲補習鋪呢，或者係一啲鋪頭仔，佢哋真係貼咗張紙話店內冇現金啊，唔好打爛啲玻璃。見得多就知有幾多人打劫啦。外國有啲銀行連現金都冇乜噶嘛，試過有朋友做銀行，有個賊拿支大槍入去話打劫喎，但係銀行根本就冇現金，冇錢俾佢打劫啊。於是乎嗰個匪徒就敗走啦。我問朋友：咁你驚唔驚啊？佢話：唉，竟然嗰日佢咁好彩放假喎。另一個同事佢本身都讀緊律師啊，喺度撈份 part time，俾個賊嗰支槍嚇一嚇，佢即刻就辭職唔撈咯。所以冇人中意有賊上門打劫嘅。李兆基嘅爸爸係經營銀號啊、金鋪噶嘛，咁點算呢？佢哋就使出2種防範啦。其一就係搬離祖屋，搬去第2度，費事賊人光顧。喺嗰時，佢哋暫時租住嘅地方，實情係一個收藏財物嘅倉庫啊，有堅固嘅牆壁，仲有道好勁嘅鐵門啊。而圍住間屋四周圍呢，都有好多空間嘅，就好似護城河咁樣包住佢哋。只係中間個倉庫呢，先係攞嚟住嘅啫。萬一火燭或者有人搶掠嘅話呢，四面嘅空間就係緩衝嘅地方啦。你閂埋門就可以守住啦，咁就可以拖延時間，等待救援啦。其次，李介甫喺收鋪之後，就會喺金鋪銀號將值錢嘅嘢放喺一條長長嘅布腰帶裏邊，
等李兆基呢就纏喺條腰噃。所以每一晚收工，李兆基啊真係名副其實腰纏萬貫啊！佢跟住爸爸同埋幾個伙計行路返返去暫時住先嘅倉庫啦。有一晚食完飯之後，李兆基就將嗰條長長嘅豬腸紮好之後呢，就行返屋企啦。咁點解咁多人就要揀最細個嘅李兆基每晚都肩負重任呢？唔係，係腰負重任呢？佢哋就係覺得佢係細蚊仔啊嘛，比較容易掩人耳目啊。萬一遇上賊仔，都唔會攞佢做搜索嘅對象啊。大家真係太善良啦。終於有一晚，係啊，就係呢一晚啊，李介虎一行幾個人喺中途就中伏咯。剎那之間，四方八面有啲黑蚊蚊嘅身影，成大堆人啊，將佢哋圍住啦，明刀明槍啊，實行打劫啊。李兆基呢一個小朋友，佢身手靈活，靜雞雞喺人群之中逃之夭夭啦。哇，搏晒老命跑啊跑啊，希望啲賊冇及到佢啦。不過好可惜，有兩三件彪形大漢唔肯放過呢一條流氓嘅細魚仔啊！一直追李兆基，追到入窮巷啦。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當時李兆基有生以嚟都冇試過咁絕望啊！前無去路啦，咁佢就擰轉身望住嗰堆兇神惡煞、賤肉橫生、揸住支手槍嘅匪徒，成個腦真係諗住人只要可以活下去，留得青山在，有咩困難都係可以解決嘅。終於啊，嗰啲賊仔就將佢的起咗，撕爛佢件上衫，搜出佢腰嗰條豬腸帶，跟住一手就將佢推咗落地，三二兩下就走咗啦。劫後餘生，最慘就係第二朝返去鋪頭，仲要打開門做生意噶嘛。原本鋪頭已經周轉不靈噶啦，佢望見爸爸仲將所有剩餘物資攞去變賣，李兆基望到覺得好難堪啊。終於佢哋兩個父子同心啊，將變賣所得由頭捱過啊。去到1940年，中國開始8年艱苦嘅抗戰啦。喺日治時代，好多農夫儲埋好多金器噶，不過為咗生活，好多都要去賣金啦。此外，有唔少香港同埋海外工作嘅華僑，亦都匯錢返到鄉下接濟家人。所以李介虎父子為喺順德經營金鋪銀號，仲做埋匯兌同埋貨幣金銀買賣嘅生意，一定大有可為啊！李家根本諗都冇諗過要搬去第二度，例如好似其他人搬去香港同埋澳門。1942年，李兆基13歲嗰時，已經喺佢哋屋企金鋪銀號出任要職，得到佢爸爸嘅器重。嗰時因為打緊仗，個袋冇錢嘅人心慌慌，個袋有大把錢嘅人就更加慌啦，驚人打劫噶嘛。結果李兆基嘅銀號同埋所有有信用嘅銀號呢，都發行一啲大額嘅臨時收據噃，就相等於而家嘅銀行支票，客人就可以將啲黃金啊、貴重嘅貨物啊或者外國嘅外幣呢，放喺永生銀號啦。咁換就換返張收據，收據又可以隨時兌現噃。喺市面上面呢，收據又可以當銀紙使，攞嚟買貨啊、換嘢啊。第一睇係有信譽嘅銀號發出，咁都一定會收噶。呢一種早期嘅禮券同埋支票呢，好受街坊歡迎。不過當時政局動盪啊，咁多人用永生銀號發出嚟嘅臨時收據，日治嘅偽政府當然就會掟住晒啦，仲話呢啲係違法噶噃。哇，大鑊啦！咁咪要搞到佢哋個銀號執笠都有份。鋪頭嘅伙計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只有話少主人李兆基淡淡然咁樣安慰住鋪頭嘅老臣子，就咁講啦：手裏邊揸槍嗰啲劫匪都係見錢開眼，太平盛世求財又唔係求氣，更何況而家時局咁亂。果然啊，
佢同爹哋四處奔走，揾一啲同偽政府有交往嘅同鄉叔伯，自動提議向政府繳罰稅款啊。於是乎，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篤親呢一集嘅節目就係由李兆基出世到佢13歲嘅成長經歷，其中嘅一啲大事回顧，研究一下究竟千億富翁係幾千億富翁細個嘅時候係點樣成長嘅呢？經歷過啲乜嘢大事，令佢他日長大之後成為咁顯赫嘅人物呢？李兆基13歲之後發生咗啲乜嘢大事，影響佢之後可以賺大錢呢？欲知後事如何，咁就要訂閱我哋嘅頻道，等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嘅時候 YouTube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如果你歡喜呢集節目嘅話，請你按讚，喺熒光幕下邊嗰隻手指公撳撳，分享我哋呢集嘅節目俾你歡喜嘅朋友知道。感謝大家收聽收睇呢集嘅節目，祝各位福杯滿溢，約定你下次再見啦，拜拜。